Fresh 大意嘅做專人士低卡版本卡邦尼，超多蛋白質。首先切咗啲蒜、京葱、青瓜粒、紫洋葱，蔬菜你哋可以自己揀嘅，霎定意粉或者天使麵，攪碎豬肉或者牛肉都可以。豆腐我就買呢一隻喺加拿大非基因改造嘅 cream cheese， 可落可唔落，因為其實冇乜分別。cream cheese 豆腐同埋豆漿1:1嘅份量，跟住攞 blender 打爛佢。首先落油爆香咗呢啲配料先，跟住就可以落豬肉或者牛肉，因為肉類就比起頭先嗰啲蔬菜難熟啲嘅。炒到啲肉差唔多熟晒就加胡椒粉，呢隻我就係喺當期買嘅堅魚汁落少少，跟住可以加埋啲蔬菜類落去一齊兜完擺埋落兜意粉度，跟住就可以煮熱呢一個豆漿汁，煮到大概呢一個質地就可以倒翻落頭先嗰碟意粉嗰度，就可以完成